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指挥中心上新的防疫的政策，就是为今仔日开始，甲咱带做伙的亲人若是确诊，咱只要有注满3剂预防射，就会当采取0+7天以体检来代替隔离。也就是讲，只要你要出门的前2天快筛阴性，就会当出门，也才是去上班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王立民认为，这个0+7天的政策是政府要甲病毒共存的明确的信号。这个政策开始来实施了后，疫情一定会摊开。这个医疗体系是不是会当负担？要看未来2礼拜疫情的变化。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何美香是讲，未来确诊数的减少已经不是重点，即摆是要甲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降到愈低愈好。所以你有比如说同住的家人有确诊的状态吗？医生透过视讯询问这居家隔离民众的健康状况。指挥中心宣布讲，为今仔日起，确诊者带做伙亲人，只要有注3剂预防射，唔免阁隔离，改做0+7，出门前2天快探的阴性，就使正常出门上班，安尼敢有安全？那前3天本来风险就不是特别高，因为还有一个潜伏期嘛，所以我想，只要大家继续维持目前的防疫习惯呢，从3+4改成0+7呢，即使增加风险也是有限的。个人防疫上要紧。另外，医师认为讲0+7的政策实施后，疫情一定会扩散。除了需要配套的措施，医疗体系敢挡会调，必须要看未来2礼拜疫情变化。共存跟减灾这条路。第二个呢，打疫苗跟不打疫苗是会有差别待遇的那所以这个讯号是蛮明显的。那大概大方向是确定的了。其实全世界都是走这个方向了。要走到这个疫情的终点，就是要累积足够的人有免疫力。光靠疫苗是不行，一定要再加上一些自然感染。期盼这些感染的人都是健康跟有打疫苗的人，他都是轻症，都会好起来。那这是我们的最好的路径。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嘛强调讲，未来确诊的数字多甲少不是重点，要将疫情期间超额死亡降到愈低愈好。超额死亡就是一个稳定的人口有一个稳定的。死亡每一年稳定的死亡数字，所以把过往10年的平均死亡数字跟疫情期间的死亡数字来做一个比较的话，那看是比平均值多还是少。我们过去2020加2021，我们的超额死亡还是呈负数的。防疫政策会随着疫情的变化做调整，要关键医院时代高风险，加这老大人爱注意防射，才会当避免当场死亡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